习近平主动打电话给川普，学者分析是要防止高市早苗针对台湾有代志言论，伫四边国家继续发展。古堡两座守护水豚哥是由苏卡林有苏丹昂，台南市卫生局封存6000支，无留去市民。芬兰这几冬经济不发展，失业率增加，有关连续对当摕到上幸福国家的第一名。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公视台台新闻世界通，我是曹有欣。美国总统川普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各讲电话，这是今年第4摆，也这通电话是习近平主动卡给川普。伊讲啥物？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指出，习近平强调讲台湾回归中国是利剑过后国际地区重要的部分，佮讲美国理解台湾问题对中国的重要性。不过，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川普是甲话题转向乌克兰，唔那讨论俄乌战争，嘛讨论芬太尼，讨论着黄道这个代志。川普有写伫社群平台，不过一字都无写到台湾。看起来，习近平的重点是伫咧台湾议题，不过川普伊是想要买美国的农产品。虽然讲两边讲家己的，不过咱台湾的立场真明确。行政院长杜英泰强调讲，台湾是完完全全、确确实实的主权独立的国家，无回归这个选项。也川普甲习近平讲完电话，川普就卡予日本首相阁市早苗，美日双方唔那加强两国同盟，嘛针对印太局势、针对俄乌战争来交换意见。日本媒体报道指出，川普甲高市早苗的电话会谈是由美方伫24个美中元首通电话了后主动提出，对谈时间差不多25分，这原来是10月25以来两国领袖第2届电话沟通。トランプ大統領からは昨晩、行われた、米中首脳会談を含む、最近の米中関係の状況について、説明が、ございました。伫台湾有代志讲话，互中国强烈不满。日中关系变正歹的时阵，美中领袖的电话会談，嘛搁再聲明伫安保方面的密切合作。現下の国際情勢の下で、先般のトランプ大統領の訪日に続きまして、日米間の緊密な連携を確認できたと、思います。トランプ大統領からは、私とは極めて、親しい友人であり、いつでも、電話をしてきてほしいというお話がございました。除了甲美国的高层对话，日本嘛伫联合国做出外交的回应，针对进前中国引用联合国宪章第53条甲107条所讲的敌国条款，主张会当动武阻止日本行使自卫权。日本透过外交管道写配合联合国讲，日本政府也是坚持专守防卫的立场，无发生外来武力攻击的紧急状况，都无行使自卫权的问题。中国的解读完全错误。但是日本有关自卫权的准备，特别是晚近台湾的乌那国岛顶岛屿要部署射程60公里的空3式防空飞弹，中国外交部24对这样代志表示，日本伫溪南国岛屿部署攻击性武器，是引起区域紧张的危险行为。中国甲周围的国家拢爱特别警戒。公司新闻戚家人编译。好，根据《华尔街日报》指出，伊报道讲这届电话是习近平主动卡给川普，这真正足罕见。也真慢的个拄好是中国甲日本无好。都学者分析讲，中国是要卡电话爱美国来约束日本，防止高市早苗针对台湾有代志的言论相关的这个台海议题，伫咧四边国家继续发展。川习完成今年第4摆的通话，外国媒体《华尔街日报》指出讲，这摆真罕见是习近平主动打电话给川普，拄好拄着中日的关系，是因为日本首相阁市早苗台湾有代志的讲法，规个是真紧张。学者分析讲，中国这边是希望透过这通电话，互华府来约束日本，而且防止台海议题伫四库内亚的国家继续烧。但对讲法和时机来看，北京感到真糟心。习近平很担心，就是说台湾议题会变得很失控，他将来处理台湾议题会变得越来越棘手。那可是高市又不愿意收回他的很多的讲话，那使得习近平觉得说他是不是能够来透过美国来这个塑造一种印象，觉得说这个美国是赞同中国，站在中国这一边。可是感觉上习近平没有达到这样的目的。
学者认为，讲对川普的反应来看，伊并无正面来回应习近平对台湾的论述，同款是维持战略无清楚的状态。另外，对传习这通电话讲了的几点前后，川普就含歌词咧讲电话。学者讲，川普应该是咧倒传北京的立场，避免中日的局势搁升温。川普打给高市的这个动作，基本上他帮我们证实了，就是习近平的跟川普谈的内容最重视就是目前的中日跟两岸关系。川普作为一个很厉害的谈判者，我相信他应该也在帮习近平传达降低当前紧张冲突的一个谈话。另外，川普预告2020年4月会访问中国，学者讲，中国一定会把台湾议题列入去对谈的议程。另外，会当注意的是，川普嘛邀请习近平明年访美国来做国事访问。顶一摆，习近平对美国做国事访问已经是在2015年总统阁是奥巴马的任内。记者综合报道。也拍电动嘛，牵连到政治。中国国安部就要求因的人耍网络游戏爱注意境外，若是讲地图要甲台湾划伫咧中国的范围内，就是涉嫌危害国家统一、危害到主权甲领土的完整，会当来举报。台湾团队做的手机游戏《逆统战防火》与反共题材，今年4月这个杀出来就引起关心。香港国安处6月以这个游戏包装歹毒港独，违反香港国安法，禁止下载，电脑吸引民众好奇下载。那这个台湾游戏团队撤足2019年杀新冠，游戏内容暗中笑点小熊维尼，引起中国耍的人强烈抵制，被迫落来，到尾伫官网重新上网。那台湾游戏达到中国敏感神经，以日前做背景的外国游戏更提向心事。互人发现耍的人选英雄印度势力，会当占西藏做领土，暗过选择中国，煞无法度纳入西藏，引起中国网友抵制声音。中国国安部嘛大文要求中国耍的人爱注意境外游戏，佮讲若是有牵涉到危害国家统一、主权甲领土完整，会当直接举报。对于游戏厂商来说，本来就会去避开。关于一些比较政治敏感的议题，就是一个游戏，其实只要做得好，对，大家就是会去玩它，就是不太会去特别需要去讨好大陆玩家，比较少见。电竞主播认为，游戏厂商为了拍入去中国的市场，大部分的避免游戏牵涉到政治议题，那是中国增加注意境外游戏。缅文表示，游戏牵涉到中国版图的时阵，故意画唔对去，甲台湾为中国挖出去，甲中国元素的角色，设做阴险感慨形象，拢会当举报。外界解读，中日因为台海议题关系紧张，引起国际的关心。中国是要控管不利家己的言论继续传开。他这样子的一种作为，他其实，他也管不到国际社会其他国家设计游戏的这个共识。那至于说对于他自己国内的一些老百姓在玩这些游戏，我相信这些老百姓他也不会去特别关注这样的议题。但是中国一直伫交代，国防部2号表示，查到共机11台共拦5架出海，嘛罕见的搁再掌握中国一粒空飘气球出现伫台海。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讲，食药署公布，咱国内化妆品有即个苏丹色素，即种色素是会来致癌，所以禁止使用。所伫咧古堡亮泽修复翠墩阁有验到，台南市卫生局的防菌6000支，加在是要落去市面。台南市卫生局人员2时下晡去安定一间升级开发公司，当场封存将近6000支的护墩果，主要因为卫福部食药署公布第2波禁用色素名单，牵涉一间原料供应商向全台12间业者提供原料，其中18项产品验出有色素苏丹4号，内底嘛包含侪知名商品。那台南这间业者主动通报，卫生局专属封存，后续会持续监督落价甲回收。益宏企业有限公司进口的红色复方原料3批，批号分别为今年的1月13号、2月18号及10月10日，含有化妆品禁用色素苏丹4号。卫生局接获讯息之后，立即针对台南市的名单进行查核。台南的业者讲，这项产品是委外代工，原料是新加坡原厂，目前对方8月无添加苏丹红，嘛提供 SGS 检验报告证明。根据了解，当时台湾也未建立针对化妆品的苏丹红检验标准，虽然业者甲代工厂拢尽力咧找证据来证明产品的安全性，不过受到现行检验机制限制，到今也无法度摕到明确证明资料。
台湾那时候都还没有制定化妆品中含有苏丹红的检验方法，所以台美检验是用食品的检验方法去做的。那检验报告出来之后，代工厂其实也很积极的，在11月4号的时候主动联络食药署这件事情，但是食药署跟他们的反应是，他们不接受食品的检验方法，所以我们现在需要等化妆品的检验方法出来之后，我们才可以送验。这批河豚哥是2021年上市，业者10月中接到通知，主动落价，因讲落买一批6000支，并无留去市面。业者嘛讲，无论消费者当时买，公司会当专业退费，积极承担责任。记者台南采访报道。也讲到美国总统川普上任开始，就咧算总效指示这个司法部甲前 FBI 局长、甲纽约州检察长来起诉。不过这两案是拢踢到铁板，去予联邦法官来驳回。也川普是批评讲这两人罪恶深重，司法部会上诉到底。康明是川普第一任期的联邦调查局局长，伊因为领导罗西亚介入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调查案，去予川普洗头路。川普重新执政了后，康明9月就去予司法部以做违建甲妨碍司法公正为理由来起诉。迄那纽约州检察长詹洛夏，捌伫2012年以诈欺罪甲川普起诉，10月防指控银行诈欺，还佫有甲金融机构讲白贼。司法部头一个接手承办的检察官徐伯德，因为查无证据，无愿意继续办理来辞职。了后，司法部长邦德就任命前白宫的助理哈里金来承办，成功把这两件刑事案件送去联邦地方法院。法官9月20日判决是专案驳回，因为承办的代理联邦检察官哈里金任命无效，对康明甲詹洛夏的起诉，拢是属于行政权的非法刑事，所以甲伊撤销。This case mattered to me personally, obviously. But it matters most because a message has to be sent that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cannot use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to target his political enemies. 詹洛夏发声明讲，这项胜利让伊感受到鼓舞，接落来会逐工继续为纽约市民来奋斗。也若川普伫社群媒体铺文，讲这两个人是十恶不赦，佮讲正义就要随讨着公道。司法部长甲白宫拢讲会上诉到底。Because Lindsay Callaghan was legally appointed, and that's the administration's position. Callaghan is an excellent U.S. attorney, and shame on them for not wanting her in office. 除了康明甲詹洛夏，川普的前国家安全顾问普顿，昨日嘛防指控泄露机密。国防部嘛当伫咧考虑要甲拍影片，呼吁军队遵守宪法，卖执行非法命令的民主党参议员凯利送交军事法庭审判。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南韩总统李在明出访中东甲非洲，也即马是来到最后一站讨论期。伊讲北韩已经甲南韩看作元首人是失去基本的信任，随时会来发生军事的冲突，也为着卖互关系遐尔紧张，所有可能会刺激到北韩的措施，李在明已经拢先甲暂停。南北韩的边界沿线架设布满尖尖的武器的铁丝网，这是自1953年韩战结束以来，毋捌看过景象。南韩总统李在明出访中东甲非洲国家，目前来到最后一站讨论期。伊伫总统专机顶举行记者会，佮表示，南北韩即摆关系已经演变做敌对对抗的关系，失去上基本的信任，也造成北韩对南韩采取极端的政策。 언제 우발적인 충돌이 벌어질지 모르는 상황까지 갔습니다. 그리고 남측을 북한은 적대적 두 국가다. 이제는 뭐 절전지 원수다. 이렇게 얘기하고 있지 않습니까? 일체 모든 연결선이 다 끊겼습니다. 일체 대화 접촉 자체를 거부 매우 위험한 상태죠. 李在明伫记者会表示，目前北韩已经将南韩定义做不共戴天的仇人，互人真遗憾。而且南韩前政府也捌拍无人机甲放送头向北韩发声，想要互北韩人被动自愿的互南韩吸收，迫使北韩放弃原有的体制，转向接受南韩的政治体系。李在明讲，都是因为这款行为才造成当前的效果。那南韩要挽回，就要付出更较侪的努力。 另外，由脱北者经营的民间广播电台，自由北韩放送，逐日会向北韩大约2600万民众播放2点钟无经过审查的国外即时新闻，像对金氏王朝、西方的自由富裕生活等看法。因为北韩的民众平常时只会当接受国营频道，若叫发现收听相关可能会被判10年监禁。 우리가 보내는 거 듣는 걸 네가 하긴 했어 하는 사람들이 많아요. 자유 북한 방송이면. 하지만 저는 그렇게 생각하거든요.
한 사람이 들어도 그 용량은 해야 된다. 自由北韩放送的营运费用由南韩政府资助，因过为着援护甲北韩的关系，李在明暂停跨国广播的经费，目前自由北韩放送只当停播，另外开网站甲手机Apple 管道。自由北韩放送负责人表示，因无不忙接到内容，杀到北韩政府，也认为北韩长期尾会有条件的开放对网络的限制，进一步稳准像中国、罗西亚也是越南等国家伫北韩设立办事处。也毋过，真侪观察家对这款的看法抱持怀疑的态度。公司新闻新罗培编译。芬兰这几冬因经济是无啥发展，愈来愈侪人无头路。首都都有一个失业1000工的查甫人，踮国会头前来发起活动，有真侪人去响应。不过困境是无互因失去对未来希望。芬兰也是连续8冬摕到上幸福国家的第1名，也主要是甲芬兰人有真强的韧性，有社会合作的精神，真有牵连。世间上快乐的国家芬兰，去拄着严重的经济衰退。芬兰国会外33岁影片制作者叫帕洛马，伊早家己传的食物，甲民众坐伫客仔顶，分享纪念家己失业第1000工。I'm here obviously to celebrate something that I never wanted to celebrate in the first place. 芬兰经济为2014年诺基亚手机无去对着触控的流行排斥了后，就规个拢煞停。国家对罗西亚制裁冲击出口甲旅游业，人口老化，社会福利压力真悬，公共财政变正暗。世界银行甲今年的经济成长率向下收到0.3%，10%的失业率，21%青年失业率，伫欧盟内底差不多是表现上歹。不过虽然有这个经济压力，芬兰也是连续3第8年排上幸福国家的头1名。原因之一就是真慷慨的社福安全网。虽然这点嘛，因为政府缩安财政面临缩减，更加重要是因百姓的韧性甲互相帮助。One of the key definitions of happiness is to have resilience, because life is always presenting challenges, and so to be able to deal collaboratively and constructively in bad times is a great source of happiness. And so, yes, of course, Finland is very high in resilience. 帕洛马伫失业的1000工内底，定来去志工资助营运的免费社区三温暖，享受人人平等相看的自在。伊伫国会头前的小型纪念活动，嘛伫社群吸引100万的人点阅，得到正大的回响甲建议。就是这种的支持，互伊继续对生活保持希望。希望后一届会当以重新就业的家己，徛伫国会的客仔顶。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美国这礼拜是玫瑰感恩节，不过最近这3个月有超过200万只火鸡是为着禽流感来死亡，也今年火鸡可能会因为安尼继续起44%。感恩节就要到啊，家家户户团圆，大家无用咧传食的甲火鸡的料理。不过过去3个月以来，美国已经有超过200万只火鸡因为禽流感相关的疫情死亡。无论是鸡也是内容减少，伫密西根州圣尼曼镇饲鸡鸭甲火鸡的农场算是较好运的，伫遮无出现病例。It really is a great feeling to be able to provide someone their centerpiece. What's Thanksgiving without a turkey? 美国农业部预估，火鸡的数量减少会予今年大麦继续起44%。不过，真侪店头也是有拍折，予消费者伫咧感恩节莫有伤大经济压力。虽然火鸡比旧年较俗，不过感恩节其他料理的食材就无一定啊。亲像对进口更材加扣的关税，就致使罐头食品起价。伫密西西比州就有教会咧分感恩节食食，内底有菜色、果子甲肉，也有感恩节一定爱食的火鸡等等。So grocery prices are up 2.7%. And roughly speaking, for most products on that holiday table, prices are going to be somewhat around the same level that they were last year, a little bit higher. 甲等咧台火鸡来比，这2只为北卡来的，红选做白宫传统活动的特色火鸡，因就加真好运，而且已经去甲华府大饭店。These birds were socialized to endure the bright lights and the cheering crowd, and of course the day tomorrow when they get to meet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接落来，这2只火鸡会得到最高荣誉，由总统川普亲身来赦免。1989年，美国总统老布希头一届正式宣布赦免火鸡，予因被封掠去台，正做饭桌顶的食食。因会当伫咧农场生活一直到老。这个传统有一个讲法，
讲上早是伫咧1947年杜鲁门做总统的时阵，农业团体送火鸡去予白宫的宣传活动。不过，当时并无下变的仪式。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德国伫咧大城市行无几步路，都有一间咖啡店，也最近因是流行俗家的连锁店，用机器来煮咖啡，也店内呢是无啥物位会当坐，主要是互人客甲咖啡灌咧行、灌咧啉，这是真方便。不过嘛，洪批评讲安尼做是冲击到小本经营遐个咖啡店因生存的空间。转头一个市，一杯咖啡就制作完成。德国的俗家咖啡连锁店 Lab。以简单的设计、高度自动化，也有熟悉的咖啡介绍而出名。因店内上界受到欢迎的是一杯2块半欧元，大约台票90块的 Cappuccino。Ja, der ist sehr gut. Schmeckt okay. Ja, fair. Also für 2 Euro oder jetzt 3 Euro auf jeden Fall ein guter Preis für einen großen Kaffee. Ja, auf jeden Fall voll groß. Und es geht halt voll schnell. Lab 咖啡是德国一间新创的公司，伊甲即阵的公司无同，一般甲科技有关系，也更加注重伫快速扩张甲改变市场。Lab 即阵伫德国的大城市大约有20间的分店，而且店面也无大，以也为真少，因为伊的经营理念是希望顾客会使快速榨咖啡出去啉，毋是伫咧店内坐真久。Once we understand where customers would like us to go, then we decide to open a store in their area. Once we do that, we focus for up to 6 months to make the store profitable, basically return the investment. So we break even very early because we are profitable per cup. 对17世纪开始，德国人就开始啉咖啡，而且真注重德国传统咖啡馆，尤其是柏林有真侪精品咖啡店进驻。这咖啡店除了非常注重咖啡本身的品质，也有澎湃，也提供舒适典雅的环境，让民众随时伫店内慢慢来享受。亚拉 Lab 这款的连锁咖啡店虽然真紧得到消费者欢迎，不过也引发当地商家的批评，甚至会互破产抗议，因为 Lab 这种咖啡店伤过市场化，并且正在影响这小本经营咖啡店因的生存。Dort hast du wie gesagt einfach nur drücken, Kaffee geben und tschüss. Das war's ja auch eigentlich. Ne? Und bei den Preisen sind die meisten, denke ich mal, zufrieden. Verstehe ich auch vollkommen. Aber dadurch gehen die anderen kleinen Kaffeebetriebe gehen kaputt. 不过，由传统咖啡店头家讲，对德国来讲 ，Lab 经营作风是真新，看起来也需要更加多时间才起来在。而且，这对因这经营几10年的老店来讲，也毋是一件歹代志。因为 Lab 才拄进入德国的咖啡市场，这消费者也是有最流行的阶段，时间一个久才看会出来。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嘉义阿里山发现石虎，林保署嘉义分署就伫咧这个月初5，海拔1752公尺高的所在来翕到石虎，也这又是创下嘉南地区发现石虎上悬的海拔纪录，嘛是阿里山对31当前通报了后，搁再记录着石虎的形影。初5透早4点半，红外线自动相机镜头前出现一只石虎，慢慢来行伫阿里山乡李家部落边国有林地，这是阿里山乡隔31年，搁一摆通报石虎出现。这一次的发现呢，也是睽违了31年以来，阿里山乡再次拍到石虎的影像。同时呢，它也是记录到了江南地区海拔最高的一个石虎分布的一个地点。林保署嘉义分署甲嘉义县造作大庭协会并扩大合作，以红外线自动相机记录，原本用来监测台湾乌熊热点，煞意外翕到石虎，即摆出现也写入嘉南地区石虎出现上悬海拔记录。因为过去石虎伫嘉义只有2笔资料记录，像2018年中部乡、2022年国道1号嘉义交流道顶较低海拔平地，即摆出现伫高海拔是真珍贵。年轻的公石虎，它开始独立以后，它的习性就是会要去找新的地方，当做它自己的领域啦，当做它的地盘。零星出现在一些比较远没有记录的县市，或是稍微海拔高一点的地方，应该都是年轻的公石虎在探索新的环境。台湾石虎保育协会表示，最近2-3年，石虎活动范围扩大到新竹甲苗栗连接的乡镇，云林北平也有一寡乡镇发现石虎。也毋过几下研究单位针对个体追踪研究发现，石虎整体死亡率也是真悬，原本只存在的分布范围族群，无变得更较好。估计是有一寡区域的石虎族群增加，搁往外口来扩散，也是中部青山北地的生态地状况继续变坏，互形成个体往外面走退。
其他生态地，所以出现懒散的记录。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新闻世界通，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